高雄的新上国小今年万圣节真特别，学校以 SDGs 发想，鼓励囡仔把厝内面本地要回收的物件，摕来做万圣节身躯顶的装饰。然后手有4条，还有身体上那些点。爸爸的身躯顶都是黏着羽毛球等等物件。有小朋友介绍爸爸是扮做啥物，这是高雄市新上国小小朋友甲家长发挥创意，则会利用回收的物件来装扮，嘛因应万圣节变装活动，加上南部天国的基地来完成这件作品，由爸爸扮做一只蠓仔。我就想说，最近登革疫情很严重，然后所以就来那个蚊子好了。喷的球，然后摕来做加工，然后阮一寡旧的衫、旧的裤摕出来做安尼，然后登革这个疫情的部分，阮就来结合在一起。今年新上国小万圣节活动是结合联合国2030因素发展目标 SDGs 基地，来发起用环保素材来比创作，鼓励小朋友甲家长莫买便的道具，改用家己创作，摕回收无爱物件来变装。有学生将柑仔变成为创做勇气桶，佮有将杯挂夹做手机镜头，大家真有创意。水罐，还有旧的水管，还有那个纸碗，还有爸爸的纸箱，会当去关心这个世界的环保，去参贫穷这个问题吼。所以囡仔呢，这个讲投稿哦，做多呢。新上国小嘛，伫25透早来举办万圣节活动，互小朋友扮做家己介意的模样来展现自信。学校毋忙透过万圣节变装来结合 SDGs 基地，会当互学生了解注重环保，才会当互地球影响，是一个真有意义的课程活动。记者钟宇辉、邱朝阳高雄报道。